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是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另外是讲过，欢迎收看7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今年 WBSC 世界杯消棒比赛，对今日到8月3号，将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盛大登场。市府特别提前举办开赛记者会，市长吴伟霆欢迎来自全球12支国家代表队组织台南，嘛热情邀请大家踊跃进场为选手加油。2025 WBSC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将伫咧25日正式开球。今年的队伍有台湾、美国、墨西哥、多明尼加、巴拿马、德国、捷克、日本、韩国、南非、澳洲、甲古巴等12支国家代表队参赛，竞争是相当激烈。比赛前一天，地主城市台南市特别举办开赛记者会，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选手。在台湾举办8次的U12的世界杯的棒球比赛，有7次在台南。这个是在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所争取到的。今年不仅是 U12这个在台南举办，下个月呢我们还是主办 U15，所以非常欢迎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棒球健儿。也期待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表演的表现之外呢，也能够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在这边，台南市有12个学校接待我们的贵宾，也期待我们台南市的同学以及所有的接待都能够顺利。大家在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的比赛都能够顺利顺畅。中华队
25日暗时6点半开幕赛，由地主国家中华队赢战古巴队。台南市政府热情邀请全国球迷、立场应援，做伙来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来收听，为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赵秀仪采访报道。这摆台南市风台严重冲击到台南溪北的龙鱼跳捕，所以立委赖慧娟特别邀集财政委员会南下会勘，实地了解财损的状况，并召开财后中建甲中央协调座谈会。会中对来要求补助制度化，另外嘛建议中央建立跨部会行动机制，加速地方中建的脚步。立法委员赖慧娟日前邀集中央财政委员会南下会勘配合甲伫新营地区的跳牧业，伫个即间风灾受损的情形。这嘛是委员伫个即间风灾以后，第3届带队到溪北地区，随后并且伫个新营区公所举行溪北地区灾后重建甲伫中央协调的座谈会。参与的单位包括财政部、农业部、国土署、甲伫环境部等在座单位，针对即届风灾造成溪北地区的农业断链，甲伫农渔牧给复原的动能危机，要求中央一定要建立跨部会行动机制。那今天我们这个座谈会，我们先把这个国土署相关的一个部会，就是说我们民政局局长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所有11区。15个区，15个区的区公所，我们现在在受理这个灾民的一个申报。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起来啦，唔知阮整康有发到一个三合院是共户的，也因这会段3户人家可以共同住5户人家。当我这个三合院是共户的，我拢提出我的水单的时阵，安尼你是要补我1班、5班、10班，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厘清，因为区公所它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大家讲，我都跟王总经理多讲一步，因家嘛因的电单，我嘛阮的电单，是到底要补什么啦？补因家嘛补阮家。现在在民政局，他最主要民政局，他一开始他是讲说就是补一步。所以我想这个国土署署长，现在昨天那个林清县委员已经跟你们市长做一个沟通了，到底是要补几户，按你的标准是不对。另外，伫个房屋受损、甲伫跳舞房舍、全岛、甲伫半岛的分类标准，以及针对真侪灾区反映的石棉下的拆除，立委嘛要求农业部爱会动环境部来盘点，并且启动专案的协作。未来赖慧娟立委嘛将持续协调跨部会，确保灾后的补助、贷款、保险、甲伫设施的复建等措施来落实。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港旅游社群经过20多天来努力，2月伫山海圳的滩地发现已经将要灭绝的贝壳式烟草。面对这款环境地理的重大突破，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伫第12届台港旅游专题研究的论文营队当中，就邀请5间学校6个团队来实地调查，并完成相关的模型甲海报论文，希望提供公部门参考，共同守护台港珍贵的生态资源。对6月28开始，才经过4天密集的收集资料以及实地调查，来自台南市海淀、中安、中平、甲安庆国小以及和顺国中学生，已经将大家可能听拢唔捌听过贝壳式烟草，用各式各样的模型以及海报论文的发表，对学生的观点来提出如何保护以及解决方案。贝壳式烟草的总体平均覆盖率为46%，所以要提高贝壳式烟草的覆盖率，不踩踏并改善水质，呼吁大众重视贝壳式烟草。我们更学会如何统计一个资料，然后还可以把它做成，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还可以把它做成模型，还有海报。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体验不到的。
贝克氏烟草除了是台港旅游社群经过多年努力，首次在山海圳国家绿地滩地重大发现。即摆透过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的林文营，和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看册学习，而是行出户外实地体验，佢要将研究的心得来创意发表的教育模式。除了让学生对台港珍贵的烟草有更深的认识和感动，嘛希望用因的研究来唤起公部门共同守护。今天在地方发现这样子的海草的生存，然后从孩子自己现地他到现场，然后去看、去研究、去观察、去发掘，我觉得那个爱乡跟爱环境的心，那个真的就是从小从心开始。他发现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台江国家公园的后方，那在那个细尖带的那个部分，那将来怎么样透过保护的一些措施、告示牌的一些指引，还有我们教育上面的一些参考教材或者我们的乡土教材来做一些宣导的工作跟教育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透过教育，透过公共治理，让咱山海圳绿道，让咱台港的这个湿地的这个文化生态会当愈来愈健全。这就是今仔日这个第12届留个专题小论文发表的这个重要。为了守护贝克氏烟草，中山大学海洋资源系嘛将甲南山林树、芬家人国家风管处以及台南社区大学持续推动防育计划，重建车地精神。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湾也有丰富的自然环境，真侪外来物种因为欠缺天敌，生态速度紧，容易威胁到原生物种的生存。目前伫台湾上只看到的外来水鸡有板腿树蛙、甲亚洲锦蛙等等。农局表示，除了呼吁无野放、无扩散等原则，嘛希望民众一旦发现，就要通报。市府农业局深拿甲个自然保育科长朱建明表示，伫个台南地区常看的外来种的蛙类，包括板腿树蛙、甲个亚洲锦蛙等，甲个原生的蛙类比较起来，因为繁殖的能力强，而且较无天敌，因此市府近年来希望探到外来种繁殖还未扩散进前，会用来防治甲个移除。不管是亚锦或者是斑腿，其实都跟我们一些本土树种的繁殖期都相同，所以有时候而且它的繁殖力很强，下的蛋比较多，所以可能会跟我们本土树种产生竞争。那这些主要就是不当引进来，或者是说当宠物正常引进当宠物，完之后的话，它没有。不养的时候，它就去弃养那造成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话，生存繁殖，那也是所以这样说了，台湾的不管是台湾和台南的，其实气候都适合野生动物。那我们也要在此呼吁的话，就是说你如果野生外来种的话，不要弃养，如果可以来通报我们0663-1731，我们都会来处理。我们不要将这些外来种引进来之后，也放生完之后，造成我们本土树种的危害。我们今天主要是强调说。不要不当的输入不要放养那如果有问题通报我们森保课农业局森保课，我们都会来处理。农业局现场邀请到亚洲大学的教授专家张晓云，讲解两种外来种的亚洲锦蛙，甲着板腿树蛙的习性，甲着分类。其中板腿树蛙因为甲台湾的原生种布氏树蛙真同，因此专家呼吁避免念着。民众发现还是通报农业局。亚洲锦蛙是峡口蛙科的台湾自己原生也有亚洲锦蛙，就大概就这么大小而已，2-3公分而已。可是这个亚洲锦蛙呢，峡口蛙科的亚洲锦蛙，其实一般相信它是货运消毒不完全进来的，不是人为蓄意引进来的。可它长得蛮可爱的，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们夜间用那个探照灯，橘色探照灯打起来的时候很漂亮。所以在台湾也有人拿来当宠物蛙养。斑腿树蛙跟台湾的布氏树蛙长得很像，外观上一般的乡民无法很清楚的分辨出来。好，然后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倒不如就通报，让专业的来移除。我们也怕错杀我们自己的那个布氏树蛙。一般看一下这里就它的腿内侧，
好，腿内侧的网纹是它很重要的那个，所以一般如果民众来通报的话，就是要不然就是我们直接去，要不然就是叫他抓到以后拉开来，让我们拍那个大腿内侧，这个是很好的判断依据。那另外一件事情呢，说实话这个不好抓，它有一点神经质，你只要看到它，你有没有看到它这样子，它会一直跳，它有点神经质，所以树蛙嘛，喜欢住在树上。那你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它就开始跳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有一只树蛙，刚刚从你眼前跳过去，可你要扫到它，需要一点点。所以在野外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要很有气质，要动作很慢的，不要吓到它这样子。农业局表示，斑腿树蛙属于较浅山地区，常常伫个树顶、甲伫高远来看到。而亚洲青蛙则是徛伫个园林、甲伫公园的水池，而且叫声亲像牛同款。这2档伫个台南的通报，掠到拢有上百只，而且数量不断来增加。为了让民众了解青款的外来入侵的蛙类，甲着如何判别来防治，农业局嘛将伫个8月底办理认识台湾青款的外来入侵的蛙类亲子活动，到时欢迎亲子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天气热热，那想要来一杯清凉消暑、加当降火气的饮料，青草茶肯定是真好的选择之一。其中安南区公勤里长王金秋，就因为认识真侪中药材秘方加先人的智慧，所以伫老厝四周围的空地栽种真侪草本的食物。现在趁好天，赶紧收集摕出来拍好干，并且用果法来控。用天然健康的青草茶来招待厝边隔壁，起来是辛苦的巡守队员。安南区公勤里上互人印象深刻，就是到处核酸中央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特有社区。里长王金秋才是背后付出重要的领导者。而且你敢知影，里长嘛捌真侪中药材秘方，所以当看到伫伊老厝的周边栽种侪侪草本食物，特别是白丝啊、蝶兰、白叶灵芝等等，因为有清热解毒、消暑退化的效果，主要成为制作青草茶真好的原料。嘛透过花草来美化现地的空地，成为充满绿色空间的后花园。即天，里长甲夫人利用风台季后的大日头，赶紧将所收集各种无同的食物来拍好干，惊一旦臭扑就无采。加上用专工模仿古早灶骹所起的大鼎灶来控，一啉透心凉，特别有滋味，嘛成为热人里长上好的招待。我在灶啊，整理啊，做好势，做水啦，袂歹啦，伊就拢咧用青草啊茶，咧分人食。咱这草地所在拢较有这青草啊物件，不管是七赞塔啦、白叶灵芝啦，啊是伊迄个像这泽兰竹兰，啊，阮这草地拢足济。你像我安尼这厝边拢看拢有，啊，咱就是用这会当掀开做，互人退火食。啊，所以讲阮用就地甲去落错起来拍互干，啊，然后咧。较来烘青草啊茶，啊，咱烘青草啊茶了后咧，包括阮的巡守队员啦、义工啦，包括厝边头尾啊、砖头，拢会当分因啉。青草茶拄来成为公学里稳重版的饮品，里长嘛伫埕拍安南区所收成的乌麻。里长表示，虽然安南区农产收件较济，嘛无像安定、西港用乌麻来发展一乡一特色，毋过也是有人会种乌麻。等采收以后，就参像安尼用白仔来散开乌麻籽，甚至用卡来撸撸的较简单。不管产量济少，嘛是一种在地资源，用乌麻制品加减提升社区的经济。我其实安南区含安定也好，含西港也好，拢有咧种这个乌麻。乌麻咱种起来就是讲会当直接卖，啊，为咱农民会当摕去，人迄个咧
做麻油的迄个工厂，哦，包括会当做麻油，啊嘛会当做即个麻糖，哦，要家食好，啊要卖也好。已经第六届里长过去嘛是做事，伫府长扶随之下，希望用一杯青草茶，或者是乌麻制品来感受因满满的人情味。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2025年帕克斯里东公布营7月23到25伫胜利之星公布公司热烈举行，吸引来自全台各地学生参加。营队当中，学生学习节目企划、录音的技巧、声音的表达等实务的课程，并结合影像发展的目标来进行节目内容的创作。由准家文教基金会、准家慈善基金会慢慢来教育市集。胜利之声广播公司以及电声电台共同合办的2025 Podcaster 儿童广播营正式登场，带领学员透过实作甲团队合作，学习节目企划、录音的技巧、声音表达等实务技能，并结合影像发展目标 SDGs 主题，进行节目内容的创作，借由声音传达关注生态、性别平权、优质教育等议题。2025年的 Podcast 儿童广播营呢，我们这次结合了我们的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还有我们的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我们出的绘本《小恐龙的 CRC 奇幻之旅》，我们要让小朋友们以绘本来做完整的一个广播剧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们也结合了就是我们的联合国 SDGs 有17项的目标，我们其中选了4项，包括陆域、海域、优良教育以及性平。我们希望呢，让孩子能够做 podcast 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今年的儿童广播营跟往年又不一样，增多了很多的元素，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广播营也让小朋友亲自参与 podcast 节目制作，用声音来讲故事。透过团体合作，实践媒体素养和公民意识。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成为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透过这次儿童广播营队中，学习到如何正确的发音与如何正确的表达，如何正确的表达技巧。我最期待的一堂课是新闻实作课程。我们老师请我们选择在 SDGs 17项指标中选定一个主题来做录音。我已经第二次参加这里，我希望这次能比上次学到更多东西，也希望自己比上次的表现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好。那你们很期待说可以再来参加一次这样？我希望就是有机会都可以来。准嘅经会董事长李明伟表示，自2004年起，每年暑假拢会针对各小学童举办夏令营，受到真侪家长的支持甲喜爱。参与的学童除了来自台湾各县市，嘛有袂少参加过学生，连续2-3冬拢来报名，是真受到欢迎的夏令营之一。透过营队一系列课程学习、口语表达、媒体识读、甲科技应用能力。结合108课纲，充实学生的学习历程，运用新媒体，展现上有自信的家己。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伫板桥市场内有开一间八卦店面，虽然无大，毋过却提供10外种无同的口味，每一个拢强调天然健康的香气。头家表示，因哋希望透过对食材用心，做出全家伙仔拢真爱享用的美味。历经5年新开幕的黄石市场，里面除了传统市场外，也有许多年轻餐饮摊位进驻。穿越人声鼎沸的黄石市场，在一排传统摊位之间，有一间低调却香气四溢的金珠贝果店，悄然成为在地人的美食口袋名单。店里面贩售的口味从蓝莓、草莓乳酪到红茶奶酥，多种不同口味的贝果香味扑鼻，也吸引不少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老板就说，希望他们制作的贝果能让全年龄的民众能安心享用，无论是面团或者是内馅，都是精心挑选，无添加香精、色素、香料，让顾客吃得更健康。重点是口感走软中带 Q， 让不到1岁的婴幼儿也有机会品尝到 bagel 的美味。我们是来自新北土城的 bagel 专卖店，那我们呢就是一直希望 bagel 是可以就是适
适合全年龄层都可以享用的，所以我们的 bagel 是走软中带 Q 的路线，就是我们最小的客人有8个月，然后甚至到80岁的长辈都有，就是希望是可以做到适合全年龄层都可以健康享用的 bagel。那我们 bagel 好吃的关键跟秘诀也是，就是我们是低温长时间发酵的方法，所以我们的 bagel 比较没办法像就是马上说，今天我想要临时增加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 bagel 都需要好好的就是在冷藏里面好好睡一觉，才可以烤出来，才会有这么好吃的 bagel。店里面的热门人气 bagel， 除了招牌金珠 bagel 外，草莓乳酪也颇受孩子们的喜欢。招牌金珠，它这个猪鼻子的造型，因为里面馅料很多，有培根、乳酪丁跟起司，那吃起来咸香又有饱足感。最受欢迎的口味有这个草莓乳酪，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呢，渐渐的走向就是亲子所喜爱的 bagel 店，因为我们店里很多就是小朋友都会特地来就是买这个口味，里面就是用大湖草莓跟 cream cheese 混合成的馅料，然后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很喜欢。金珠 bagel 的由来，除了 bagel 造型外，更重要的是一份与家人间的羁绊。首次公开我们店名的缘由，就是呢，为什么叫金珠呢？其实主要是取自于我父亲他名字的台语谐音。我爸爸他叫做金池，那从小都听到长辈都会叫他金迪金迪，我都会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大家要叫我爸叫金珠。所以我们长大之后，有这个机会开了店，我们就叫金珠 bagel。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土城找我们，或是板桥这边新开幕的市场，也很欢迎大家来这边。红石市场内原本以传统熟食水果摊为主，金珠 bagel 店的出现，除了替市场注入年轻创意外，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回流，成为传统与创新交汇的美味据点。如果你也想一尝手工 bagel 的温度与扎实，不妨下次走访红石市场时，拐个弯来找找这家藏在巷弄里的金色好滋味。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高雄的丁青湖风景区现在阁新增加一个景点，也就是爬远多年的圆山高尔夫练习场。在高雄市政府的改造之下，已经成为一大片绿色的空间加环状步道，提供民众真舒适的休闲环境。位于澄清湖大门旁、闲置多年的圆山高尔夫练习场，高雄市政府正改造成大片绿地空间与黄钻步道。当地民众表示，新设步道可与圆山步道串联，让大家能够有更多运动空间。你会当人行道哈，迄是真好，因为人运动的人会当行，加行真远。因为迄18栋，迄规个也要行到头爱一段时间的，头爱2点钟以上的时间的。公务局公园处表示，由市府启动环境改造，运用既有空间，规划出约2.7公顷绿地及长约765公尺的圆山步道，相关工程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公园处针对该场域进行环境整理，将既有树木植栽修剪疏枝及绿美化，网球场、高尔夫球练习场等硬体设施拆除，规划成大片绿地，并设置人行步道，将原来荒废杂乱的场域打造为充满绿意生态的空间，提升市容景观。未来澄清湖结合圆山绿地、鸟松湿地、高雄高尔夫球场、双湖公园，打造成中高雄地区最大规模的水利油气公园。这片绿地虽然在澄清湖风景区外围，一般民众较陌生，但也算是风景区整体场域之一，未来更可成为澄清湖景点之一，提供民众更方便、舒适的休憩空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收看7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家，咱再会。
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心智，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